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宜兰县长林姿妙牵涉贪污，今日一审宣判，甲判12年6个月，同时嘛随风停职，由副县长代理宜兰县长。上新的修法，80岁以上的老大人免巴士、邮票评估，就当请看护义工，互人真烦恼讲，若老大人较歹过，就请无义工。今仔日饭点就是新年，台北信义区出动规千的警察交通管制，超商为着互出入的路线更较顺，连玻璃门都提早拆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1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美。这新闻头起先来看宜兰县长林姿妙是牵涉贪污，今日地方法院下晡一审宣判，依照道理特殊洗钱、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判这林姿妙有期徒刑12年6个月，褫夺公权6年。同时嘛，甲伊随停职，由副县长林茂胜来代理宜兰县长。林姿妙今出法庭的时阵，有关强调家己是无做歹代志，批评是检方甲伊按罪名，一定会上诉。今出法庭，民事正震动法院拢，因为宜兰县长林姿妙涉贪案，一审判判12年6个月徒刑，褫夺公权6年，而且还达不当得利3250万。我没有做坏事，我无做，现在一定给我判这重，我非常难过，非常的痛心。我简单做人，认真做事，实实在在。大家知影讲，台湾的司法已经被政治绑架了，咱就继续上诉啊。强调一定会上诉到底。林姿妙无批评检方黑白甲按罪名，认为讲伊家己防政治迫害。宜兰县国民党团和国民党中央嘛大力替林姿妙捍卫清白，让宪政正常运作，挽救烂到不行的行政效力了。当来看这个案已经判官司要3年，检方在2002年以4大罪起诉，包括林姿妙在内的15个人。林姿妙一审防照贪污治罪条例多例罪判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6年；和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褫夺公权2年。另外涉洗钱防制法的特殊洗钱罪，共判3年6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半。另外除了前代理建设处长黄志良因为查无证据无罪，其他14个人拢互判刑。内面林姿妙的查某囝林佳玲，共判3年6个月，褫夺公权3年。被告林姿妙身为民选首长了没有恪尽职责，欲以私人情谊指挥下属破坏公务员执行职务之公正性。本院就我个人的经历是没有这个所谓政治力介入的问题。本署检察官收到判决书之后，会一起来研议是否提出上诉。内政部随公告讲，照地方制度法的第78条、82条，林姿妙虽开始停止县长的职务，交予副县长林茂胜来代理，停职的期间嘛，未予伊半数的phòng役。若是2审、3审改判无罪，就会当复职；若是判刑确定，就会解职。因为伊剩的任期是无够2年，会互中央派人来代理。毛林姿妙变做第一前新竹市长高虹安、前花莲县长鲍坤基、前南投县长李兆庆、前台东议长吴俊立了后，第一任来互停职的各一个政治人物。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总是7000万交保，到挂电子卡口。不过，今日北检是阁提起控告，认为郭文哲是有高度逃亡的风险，加上逃亡在外，这科技组角色是真关键。为了防止因斗空是有羁押郭文哲的必要。也就是针对郭文哲要视党主席点名黄国昌来接手，前立委蔡壁如是讲，这黄国昌要管党务，阁要兼顾立法院的高峰是真困难。也若蔡壁如本人较想要争取登去党中央。蔡壁如接受访问的时阵是直接讲，因的党内有势力在甲动。李记者，你要去哪里？将出门到会期挂催案无讲话坐车，快速有点仔忝。民众党主席郭台政治记者第2摆交保，暗过31北检，阁提控告，因为郭台有高度逃亡风险，阁添出关键被告柯志如，互伊告诉逃亡在外，为防止交传有羁押必要。那3位检察官话讲得很白了啦，柯文哲只要是党主席，就没有办法避免
跟这些党公职接触，所以必须要继续羁押柯文哲，把检察官的脸都丢光了。我们期待，也希望这一次针对北检的滥行抗告，高等法院能够做出公正的裁决。炮口对准台北地检署身兼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召集人的党团总调黄国昌，批评检方将羁押加州武器逼国问题是党主席，不过北检澄清是家己主动提出检方无表达任何意见，对问题伫庭上直接点名，希望黄国昌到3天，今麦党内出现收听的声音。党务交给黄国昌，是要让他接任他党主席的意思吗？可以这么解释啦，他对黄国昌寄望很深，那我也是啊。如果又要接党务，那又要在党团里头，那其实就是要把它分工分配好，这个是选项也是个难题。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确保主席好不容易重获的自由，不会再让赖清德政府用那种暗黑的手段继续剥夺。主持接班的议题部长代表创党元老蔡壁如失去台中市府顾问，表态参选中央委员，也被看作是保留参选代理党主席的可能。伊无奈透露，今麦党内好亲像出现党壁条，看起来是党内是一致团结啊。那团结党你党回去党中央。是啊，这种话从他嘴巴说出来，不会了。昨天联署他第一个通过的，我们完全不可能去挡他，挡他的理由是什么？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就要结束啊！今仔日返点就是2025年。为了应付真侪民众进入台北信义区，是出动规千的警察维安，嘛分3阶段交通管制。这个大超商的货量嘛是传比平常时啊加3倍至5倍，而且为着让出入的动线更较顺，有一寡超商是连玻璃门都已经提早拆掉。头一届拄到台北大巨蛋举办跨年演唱会，全家便利商店毋伫现场卖正价，可惜2000罐矿泉水的水墙，顶罐嘛应景打演唱会歌号张惠妹的歌词，爱大家想要买矿泉水，都爱趁早。迎来首个跨年演唱会的夜晚，那因此在整体的就是人力动员、商品的就是准备备货等等的，那都有做积极的布置准备。各大超商抢攻跨年商机。OK 上阵保暖加里边食食的物件，伫跨年一级战区信义商圈门市，备货量比平常时啊加3至5倍。那这边是出动行动购物车，我们有这个行动购物车，同时我们今年也首度增加了我们的这个热茶车，还有我们的咖啡车。另外一间便利商店莱尔富伫台北市政府附近的2间门市，加玻璃大门拆掉，缩短民众排队附近的时间，同时增加10倍人力。临近信义区周边商圈的10几间莱尔富门市都有望增加3日4成的业绩。台北跨年夜除了有台北市府广场的精彩节目，加101跨年宴会，还有天后张惠妹伫台北大巨蛋演唱，一定跨年人阵会比平常时较侪，挖近20万人。年轻人可以跨年，给他们嗨一下，我觉得1年1度还可以接受了。为了疏散跨年线电人阵，台北市出动将近1000个警力，信义区是进行3阶段交通管制，一直到透早3点。警方除了派警犬加强巡逻，检查是毋是有违禁品，佮配备空袭机拿查证，要查无经过申请允准的空袭机。晚会及释放烟火期间，为避免发生民众推挤踩踏，信义分局将针对人潮易聚集的区域，规划防踩踏小组。为了伫跨年晚会抢一个好所在看韩团，还有民众前一暗8点都来排队，若要看明星，阁要做伙快乐迎接2025年。记者综合报道。参加台北市政府下年晚会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台北捷运是鼓励民众伫咧这活动结束散场了后，是加行一地去坐绿线，对返点到透早6点。对台北小巨蛋，也有南京三民这2站就车拢毋免车钱，望大家拢莫去伫咧附近的市政府，也有101这挂车站。另外，双北市的公车尾班车卖延后到1点才发车，这公车路线嘛有增加，大家当多多利用。因迎跨年的人潮，台北捷运42点钟无休困，而且民众若是为上山新点线的台北小巨蛋，也是南京三民站就车，就会使免费坐车。跨年活动结束，民众坐捷运线场，定位邦南线、购有淡水信义线的车站上车，人潮集中伫这2条线，超过人客人。台北捷运鼓励民众加行一段路，到上山新点线坐车，避免甲邦南线的人阵相客。
台北捷运宣布返点过到元旦的透早6点，为台北小巨蛋甲南京三民站上车就通免费坐车。往年跨年的时候都超多人的，那如果大家在那个时段有一个就是免费的话，大家一定都会往那个地方去，就会有疏通的效果。另外，台北市信义区为3日暗时7点开始，分3阶段实施交通管制。下月市政府4区为扩大管制范围，暗时10点开始到元旦3点，亲像光复南路以东、中浩东路以南、信义路、曾景路以北、商人商德路以西，拢禁止车辆出入。亚纳公车的部分，台北市公运处规划，除了有经过信义区周边的38路公车，延长营运时间到1点半，也会增加3条线上的公车路线。那民众可以在仁爱延吉街口搭乘我们1号线往捷运忠孝新生站，那也可以在吴兴街口站搭乘我们2号线的一个接驳车，那可以往公馆。那3号线的部分的话，是在信义松的路口，可以搭乘往景美跟木栅地区。因为我们的路线是比较在靠近那个捷运末端站，有经过捷运的一些公车路线，那它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需求哦。那所以我们有规划6条的这个路线呢，它是在配合这个台北跨年活动，那延后加班到那个凌晨1点。新北市交通局也安排16条公车的路线延长服务时间。新北市交通局表示，按照过去的经验，亲像往南口937、920路线，搁往三峡的939路线。人潮会较济，民众通为公车动态系统查询目前的车班，顺利出门跨年，也通顺利登厝。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来看意外消息，交通部统计，今年前9个月，过路人因为交通意外死亡的是有252人，比去年是减无偌济。昨暗伫咧中华都有一对公孙仔要过车路的时阵，去互倒弯的车弄一飞出去。因若今日透早，台中是有过路人违规弄过车路，去互奥多摆弄着。 60岁姓林的查甫人抱一岁查某孙，市场的时阵行斑马线过车路，但是后一秒就互一台倒弯的轿车弄甲飞出去。姓林的查甫人阁无管家己已经骨折，第一时间较紧去看查某孙的伤势。3日暗时10点外，中华分园的中南路和湾草路口发生这个车祸，不过这查某囡仔敢若头小块外伤。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候啊，发现有一名伤者坐在那个行人穿越道上面。 那经我们救护人员上去检视他的伤口，发现他脸部有1公分的撕裂伤。现在是一半也无照规矩，闯红灯啦，无就行到上过头，迄个唔才会车祸。当地点头港附近有工业区，是大型车真多，上下班和假日的时阵车流量真大。肇事的细陈的驾驶酒测大是0，但是无让过路人造成受伤。警方会照道路交通管理处发条例甲罚，而且吊扣驾照1年。 未依规定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因而肇事致人受伤可处新台币72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并吊扣驾照1年。 交通部统计，今年1月到9月，全国的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有252个人，比去年同期敢若减少1.56%，降幅并无明显。其中增幅上济是新北市，减幅上济是台北市。不过，一寡过路人会发生事故，是因为因无遵守交通规则。台中市31半暝1点外，65岁姓刘的查甫人，就是因为直接冲过西屯区文心路的分界道，和车顶直行的奥多拜弄到。本件事故造成行人与重机车驾驶身体多处擦挫伤，送医救治。 所幸无生命危险，双方经酒测值均为0。详细肇事责任转由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警方强调讲，2个人规身躯有真侪所在拢挫伤，骑奥多拜并无驾照驶车，详细肇事的原因，该等交通大队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鼓山的明成国小秀才塑胶笋伫咧校门口，不过有过路人就怨叹讲，因若是要行去头前的路口，拢要行去的机车道，安尼是真危险。 今日警察去现场看了后，就先要求甲学校甲这塑胶笋刷走。不过校方嘛讲，其实因为的是学校的地，而且伊嘛是为着要顾学生囡仔的安全。即阵这台交通到底是要安怎爱改善？相关单位会来回看。 来到明成国小校门口，工作人员当咧甲道路围起的路洞摕走，无煞开进前，校门口点仔甲路面外围其实拢围起来。行人行伫林荫道，想要连接到路口的行船线，都要甲汽机车来争道。看人咧闪啦，无往足严重安尼啦，是看人咧闪啦。
你若闪动的是，若车要过身，就较危险。行人一直强调路权，可是我不是永远都是行人，因为有时候我可以是摩托车骑士，或者是我是汽车的那个开车的人，然后我觉得就是没有一定啊，就是有时候可能要因地制宜。这种状况为学校创校以来就存在。30号民众经过，认为对行人无介优先，学生行路的安全嘛可能受影响，卡市民转线申诉。学校回应，围起来区域是校地，主要是因为无动的时阵常常去机车入来，烦恼行人行道的学生有危险才会安尼做，会伫个毋是上课的时间，把路洞刷走，方便行人使用。车可能会造成对向车道的视线死角，然后发生车祸意外。那我们考量行车者的安全，才会在非上下课的时间把它围起来。校方设置三角锥，用以管理校内车道停车，以占用到水沟盖范围。本分局已责令校方改善。人行道甲行穿线之间，因为设路洞出现断层，嘛有民众认同学校保护学生的做法。不过当地常常看到汽机车甲行人咧争道，嘛互警方认为无妥当，会报请交通局等相关单位来会勘，找改善的方案。记者王刘婷、柯正俊高雄报道。国定古迹新德火车头是全台湾历史上久的车头，不过最近煞发现讲这外口的壁是出现滚落条粉热，民众就是讲是有人走去黑白画。老爸这代替才解释讲是委外清洁公司甲录着相的，伊嘛已经要求厂商都爱复原，是毋望伫咧新正几日进前就会当完工。新店火车站每日差不多4万人次进出，那被列为国定古迹，佫是全台现役历史上久的车站。按过详细一看，正塔外壁原本应该是浅铺式的铁片包掉的，这几日却出现几个明显的侵蚀条纹。第一时间，民众就是有人恶意破坏古迹。我觉得太夸张了，尤其像我们新竹市难得有这么漂亮的古迹，这么神圣的地方，后面的人要花多少时间、多少力气才有办法去把它涂消掉？毁损古迹属于公诉罪哦，所以新竹市政府应该要积极的这个追查行为人哦，并且依违反文资法送这个地检署来侦办哦，绝对要让行为人负起应有的责任哦。经过代替公司查证，发现是有外清洁厂商伫每年一摆的外壁清洗时阵，因为无用流水清洗，才互这铁片流冲洗混杂。新铁站已经派人到内部查看，内底查木座甲大井拢无损坏，涉水情形初判只有外部的铁片表面涉水无共。因为它高压水柱呢，就把那个表层的灰色的颜色呢冲掉，露出了底色出来了之后，请教我们文化部的古迹维护的指导教授啦，他是建议说还是要把它漆回原来颜色啦。那我们会请那个烤漆的厂商比色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漆回去原来的颜色这样子。代替副总刘祥辉强调，除了罚金以外，要求承揽清洁厂商负责复原，相紧在1月中农历过年进行营收好。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国际消息，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是已经连续记者传唤3届，所以讲联合调查小组就甲法院申请逮捕令，法院今日嘛已经正式批准。尹锡悦就成做这南韩的历史上头一个去互法院发出逮捕令的现任总统。韩国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令予弹劾，数百名民众组织伫韩国总统官邸前画卡号，抗议法院批准对尹锡悦逮捕令，嘛反对弹劾。也有真侪民众支持法院批准对伊的逮捕令。출석요구를했음에도불구하고안했잖아요。그거는 뭐 사실 더 나쁜 짓이고 제 생각에는 처음에 이 사건이 뭡니까 그 계엄을 발동하고 불법적인 계엄이죠。为了了解尹锡悦涉嫌的叛乱罪、甲滥用权力的罪名，由警方、国防部、反贪腐机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伫18、25、29 3届传唤尹锡悦到案说明，所拢予拒绝了后，调查小组30向法院申请对尹锡悦逮捕令甲搜查令。新北市区第一伫31批准逮捕令。媒体韩联社报道，法院的理由是尹锡悦有可能无正当的理由，所拒绝接受传唤，嘛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尹锡悦涉嫌犯罪。严过尹锡悦律师团表示，反贪腐机构无权利调查叛乱罪，认为逮捕令是非法无效的，应该大声进行弹劾案的审理。 어떤 권한 없는 기관에서 청구한 영장이 발부됐다는 것이 놀랍고 이런 불법적인
또 영장 청구가 발부된다는 것이 이 법치주의에 맞는지 이런 불법적인 영장 청구는 불법 무효라는 입장입니다. 欢迎批准的逮捕令期限到正月初6，这嘛是韩国宪政史上头一名和法院发出逮捕令的现任总统。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的代理党魁宽信东认为，想要拘禁现任总统的行为真无妥当，也毋过因为判人罪是韩国总统无法度享有宪民权的少数指控罪名之一。各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会去总统官邸执行逮捕令甲搜索令。若是执行逮捕令，尹锡悦会互关押伫首尔拘留中心，而联合调查小组嘛必须爱伫48点钟内决定是毋是声押。若是声押核准，检方伫起诉进程上长会当羁押尹锡悦20天。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南韩济州航空空难179人死亡，当中174个罹难者的身份是已经确认，上济岁才80岁，上少年的是3岁尔。目前这相关单位是当咧调查失事的原因。即阵发觉讲，这架飞机出代志进程48点钟，竟然是飞13转，中停困的时间上短是连半点钟都无。这就让真怀疑讲，保养、清洁、加油这个停事，安尼敢袂伤赶，敢做有周至？济州航空偏航742216班机，伫全罗南道武安国际机场失事，代志发生后第2天，南韩航空甲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11个官员会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也个波音公司8个专家勘察失事的现场。任务完成了后，调查会进入物证分析的阶段，包括飞机2个乌鸭的数据。国土交通部部长31伫机场向罹难者家属宣布，179个罹难者已经有174个人完成身份确认，年纪上侪岁是80岁，上细汉的敢若3岁。现场一个捌伫2014年参加沉船4月号打落的资深消防员，真痛心的表示，除了真恐怖以外，无其他方式会当形容。一寡受损严重的尸体无法度借由镜头仔痕辨认，敢会当用 DNA 比对身份。 지금 이제 죄송하지만 5분은 아직까지 확인이 안 되신 분들이 계세요. 그분들은 좀 더 정밀한 검사를 해야 나온답니다. 그게 뭐 여러 가지 사유가 있다 그러는데 어쨌든 아까 오늘까 지금까지 확인이 안 된 5분에 대해서는 최대한 빨리 해서 금일 중에 확인이 되도록 노력을 하겠습니다. 另外一方面，国土交通部宣布原定停止到1月初1的武安机场跑道，会延长停止到1月初7。济州航空伊的飞行班表也有维修保养记录，嘛引起外界的关心。记录显示，进前1礼拜，742216班机飞38座航班，意外发生前48点钟飞13座航线。失事前1天飞马来西亚、日本、台湾、泰国4个国家，中午拢无明显休困的时间。进前搁捌伫28分，官方规定上少限度保养维修时间起飞离境。30济州航空一台早起6点37分，为首尔金浦机场起飞，一定要飞去济州的波音737-800型客机。 起飞差不多20分钟后，发现起落架故障，紧急飞倒转来，尾也搁换同型的飞机继续执行航程。不过机上161个乘客，有21个人选择放弃登机。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2024年上半天，罗西亚甲乌克兰第59届交换政府超过150人，是上届侪人的一届。 有的乌克兰人是已经超过2年半无看到亲人，会当搁再团圆，真侪人拢感动甲流目屎。总算倒到厝看到亲人，激动乍然真热牵手，激动甲流目屎。36岁乌克兰边境警卫内斯切瑞特是30换政府的其中一位。俄罗斯乌克兰搁再换政府，有人是2022年2月战争一开始时阵就被抓去，甲他已经超过2年半，即马总算会当看到妻儿。 甲5岁查某囝来买针。Плен попал я с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томной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Да, будучи на охране.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做中人调解，俄罗斯甲乌克兰交换几落百位政府。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有189人回来，俄罗斯的国防部是讲甲150位乌克兰的政府提起换俄罗斯的士兵回来。 Эмоции переполняют меня. Пока еще до конца не верю, что это произошло, что я дома. 这是俄战争以来双方第59遍换政府，也是到目前为止规模上大的一遍。
在年尾的时阵，总算会当返去家乡，和这款政府特别珍惜。不过乌克兰虽然无公布和5国关爱政府的人数，不过英国媒体 BBC 报道，总数是超过8000人。乌克兰讲，俄军伫咧战场摕到重大进展了，这几个月交换政府的谈判变做较困难。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顶个月，委内瑞拉真侪学生是咧烧 TikTok 顶头的一项挑战，食化学物质，结果是造成3个人死亡，200人中毒。将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就甲 TikTok 罚1000万的美金，和代票是2亿3亿2800多万，而且下令是8天内都要6000。电影因社交应用程式 TikTok 咧团的挑战争议真多，甚至有不少少年用户都安尼死亡。顶个月底，委内瑞拉各地学校学生看 TikTok 的挑战了后，弄试的是危险混合物质化学物质造成3个12岁、13岁、甲14岁未成年死亡，200人中毒。委内瑞拉最高法院表示 ，TikTok 无采取必要措施来阻止这个危险的挑战，所以伫30向 TikTok 出10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3亿2818万的罚款，而且要伫判决的8日内完全交清。Con la cantidad de dinero recibida por concepto de la multa impuesta, el Estado venezolano creará un fondo víctimas TikTok destinado a resarcir los daños psíquicos, emocionales y físicos a los usuarios. 卡梅里奥表示 ，TikTok 应知影代志的严重性，而且唔来罚钱。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阁要求 TikTok 爱伫境内设办公室，若无会面临阁较侪实切的措施。另外，国会考虑立法监管社群网络，尤其马杜罗总统伫7月竞选连任了后表示，这社群网络都是被用来宣扬、受训法西斯主义甲训练。No le hicieron caso a Estados Unidos y le van a hacer caso a Venezuela. No creo que vayan a abrir oficina en Venezuela, no creo que... bloqueo. Yo creo que va a terminar siendo Twitter 2, VPN y ya. Descárguense Proton y resuelvan. 今年8月，马杜罗就把封锁前新级 Twitter X 变大杂志。11月捌讲，若 TikTok 无移除所谓犯罪挑战，会用严厉措施来对付。不过，要让政府就算政府推出强硬手段，效果恐见也是无甲落好。公司新闻新闻报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今仔日就业服务法修法通过，未来80岁以上的老大人免把持牛表苹果，对当请看护义工。卫福部就真烦恼讲，安尼看护义工可能是会选择互较好顾的家庭请，是连当前的老大人都会请无人顾。卫福劳动部迄边嘛有共款的挂虑。台湾要进入超高龄社会，长辈权益愈来愈互人重视。立法院31三读通过就业服务法第46条修正草案，互80岁以上的长辈唔免把持牛表苹果、对当苹果外国籍看护。法案伫纳贝里为人数优势表决过关。供给面应该是这个劳动部要去努力的地方，他应该要去参考，不管是日本或是韩国的方式。好，在薪资待遇或者是这个更多的福利，吸引这些移工。经过修法以后，你要聘请外国进来这个看护，不用这个巴氏量表。今天会希望它可以通过。根据三读内容，年满80还是70至79岁有癌症2期以上，请外国籍看护唔免医疗机构专业评估，也就是唔免把持牛表。互咱顾的若有原住民身份评估认定方式，应该会当卫福部甲原民会定出来。不过，民进党立委批评可能会造成资源烧钱，劳动部甲卫福部嘛表达遗憾。我们外籍移工的供应是供不应求的，现在大幅松绑了以后，外籍看护他会选择雇主，而在这种状况里面，重度的、重症的失能的家庭，他会请不到看护工。卫福部是表示深感遗憾，因为我们会担心这也可能会影响跟冲击到中重症家庭聘雇外籍看护工的权益。卫福部讲，可能会冲击长照体系。劳动部是烦恼新法会增加家庭看护移工市场强势实行，意思厝内若有严重未振当长期倒伫床的插讲的适龄者家庭，可能会因为移工选择较轻症的，意思更较歹找到，也是老外国籍看护。若是老人福利法修法，65岁以上的长辈综合所得税率无达到20%的免交健保费，虽然拿赢收降到5%，不过也是因为外界反对的声音伤大，调野达成共识，渐慢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咱头拄则看到劳动部甲卫福部是烦恼就业服务法修法了后，这适龄的老大人对真歹请到义工。医界就认为讲，应该是要有制度排优先顺序，或者适龄的老大人会当优先请义工。也若是民间团体是建议讲，照顾适龄的老大人的外籍义工薪水爱较悬呢，安尼才会有人愿意做。立法院3读通过80岁以上请外籍看护无需要巴士量表评估，也引起部分真正有通过评估，请到外籍看护的家庭烦恼可能有相转的效应。像讲叶小姐的妈妈倒伫床的适龄真侪年，虽然有请外籍看护的资格，毋过嘛发现几落届看护才来几工都无愿意继续照顾，即马制度放零，烦恼更较歹找着人。人之常情，在选择上一定会希望选择好照顾的，所以不论80岁以上的人数有多少，我想还是会有受到影响的。当一个外籍看护面对一个要照顾这么难照顾的病人，而他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可以到健康长辈的家里面，很多的外籍看护一定会动摇，重度的失能家庭产生很大的冲击。家长认为用年纪做免评标准，恐惊是另类的年纪轻视，而且薪资可能会造成23万有请外籍看护的家庭发生抢工人的冲击。有民间团体认为，应该建立制度，互照顾适龄的外籍移工，比照顾较健康的长辈薪资较悬一寡，才有人爱做。这个给付能力是不是够呢？如果不够，是不是应该要政府来补贴，让他们可以去支付该有的薪资，而不是所有的外籍都处在一个所谓的基本薪资的这个状态。有一个那个优先序，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劳力的分配机制哈，因为其实有卧床的家庭是优先需要的。医师表示，像失智症长辈、初期、中期情绪变化较大，甚至可能会有攻击行为。除了家庭成员爱到照顾，也需要看护协助弥补，安尼才会当互相有休困的时间。呼吁相关单位爱建立优先顺序制度，互有需要的长者会当及时得到照顾。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证实，因是甲中央提案，要用屯海做陆地方式来起全新的国际机场，地点是建伫咧南青计划区湾林园的外海，预计是要用机场的连外道路接过捷运小港林园线。有民众是认为讲，安尼会当改善国家的门面袂歹，不过嘛有人认为讲，这航班都无遐济，起落只是囥伫遐咧期望。为红鼻头渔港往南青计划区看去，树仔杂草真侪，无明显开发的状况。不过高雄市政府向中央建议，希望伫南青计划区打造全新的机场。不管是在产业或者是人员的往来。观光等这些时机已经逐渐的成熟。高雄市政府证实已经向中央提出伫南青计划区打造1100公顷、24点钟货机起降机场，无排除以机场连外道路连通高捷小港林园线。初步了解，地点会伫南青计划区挖近林园外海，用填海造地方式打造。没有必要吧？这个吞吐量又没有很大，我们小港机场的吞吐量又没有很大，盖了只是当蚊子馆吧？这样不错啊。因为就是有新的建设，就觉得对国家的门面比较有帮助。高雄要起新机场，民众赞成甲反对拢有，学者也无共观点。有学者认为新机场会当解决旧机场的问题，并替换长远来看有这个必要。有学者认为新旧机场离伤远，可能有未少状况爱考虑。现在的这个计划也许是够用，那如果在30年甚至40年，那当然这个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也许就不一定。比如说像成田跟雨田，它都其实是搭得蛮开的，起降的部分有可能会抵触到，所以这个航道的部分还要再重新再规划。不过行政院对新设国际机场的构想，还佫伫初步讨论阶段，目前也是先持续推展小港机场的扩建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流行感冒是长高团，疾管署就警告讲，伫咧新正过年前后，疫情会上界严重。咱国内顶礼拜就佫增加11人着流感死亡，自10月到今，已经有85个人因为流感来过身，是这10年来上界侪。疾管署嘛提醒，对明仔载1月初1开始，全国满6个月以上无做过公费流感预防针的民众，拢会当赶紧去做。
国内顶礼拜增加10例流感死亡个案，其中上少年是40多岁有黑骨喘病史的女性，伊伫11月底因为扫到真厉害的喘，去诊所，迄时阵救是一般感冒食药了后无明显改善，到病院发现正病的肺炎合并呼吸衰竭，有败血性休克，确认感染 A 型流感，伫家护病房3礼拜了后不幸过身。目前流感的疫情呢，已经正式的进入了一个流行期。那根据我们疾管署的一个预测呢，流感的疫情呢会有持续上升的一个趋势。那到了农历的一个春节前后呢，那到了会达到一个高峰。那我们预计呢，大概会有15万人次左右的一个就诊人次。疾管署资料显示，日本、韩国流感疫情拢升悬，尤其个人常常去的日本，最近流感甲新冠疫情拢正严重。虽然拢有疫苗用防范，不过治疗后按2礼拜才有完整保护力，提醒民众出国进行应赶紧做疫苗。另外，国内长病毒门去进就进人次虽然比顶一礼拜下降，不过依然伫流行期，而且个新增2例重症个案，包含不满1回幼婴感染伊科病毒11型，另外一个南部10多岁囡仔。是确诊感染肠病毒，第68型，好加在2个个案拢经出院。68型造成的这个肠病毒的症状跟我们熟知的手足口病或疱疹性咽峡炎比较不一样，它可能就是一般感冒的症状，所以比较在临床上比较不容易区分。那不过它如果造成重症的话，它可能的情形是像是肺炎啊、脑炎，或者是像这个急性无力的肢体麻痹，都是有可能的一些并发症。疾管署也公布，国内增加3例麻疹确诊病例，一例是为感冒剂境外移入，2例甲本土病院群组事件有关系。今年国内麻疹感染甲境外移入病例数是前5年同期上悬。那去东南亚国家这流行地区，用做疫苗了后，才去出国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阴暗就要看年，真侪人等要看烟火。气象署就建议，徛伫咧风头的北边甲东边是较适合看烟火。也若是明仔载元旦开始，各地水气就变高，要看到新年的头一道日头光，爱正看运气。看年今年31，各地天气大部分多云稳定，不过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北部、东北部感受偏凉，低温差不多15度。气象署提醒受到风向影响，要看年烟火，建议去北边、东边的风头。另外，东半部含恒春半岛、中南部山区拢小可落雨。元旦开始，各地水气增高，想要看第一个日头出来，都要看敢有好运。今天晚上开始，中南部山区逐渐转成有一些短暂降雨的天气形态。注意到明天云量更多了，相对几率有一些几率比较偏向西北部。可是整个我们记得第一道曙光出现的地方，还有南部地区云量都是蛮多的。元旦开始，东北季风小可减弱，但是感受嘛是较凉。另外，受到南方云系北扫，各地有小可短暂雨的机会。接落来1月初3到初6，会阁有东北季风接得来。当来看日空日时的天气，到12月29为止，全台年均温是摄氏24.97度，变做1897年以来上热的一年。到了12月，全台平均气温拢比同期较悬，4月是上明显的。全台拢总有8个测站，拢创因迄站上悬温的记录。虽然全球暖化之下，今年1月到11月，全球平均气温拢比过去8年悬出1.28度，但是气象署提醒讲，接落来1月、2月，嘛是可能发生极端低温。1月份跟2月份是1年当中温度最低的2个月份，所以在这段期间，同样的会有一些大陆冷气团、强烈大陆冷气团寒流影响的几率，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另外，日空日数全年的雨量虽然累积雨量特别正常，不过降雨的分布是无条分，春雨和黄霜雨是偏少。热天到秋天，因为受到风台降雨的影响偏济，另外秋台升15个，是史上同期第3济。再来看日空日午，1月到3月各地平均气温是按正常的几率较大，雨量是对正常到偏少。记者综合报道。下暗迎接新年，真侪人都会伫咧厝聚会，会叫外送送食食来食。不过提醒观众朋友，因为各县市拢有办跨年活动，这都有交通管制。扶贫大甲 Uber Eats 这2大外送平台，都会配合政府的管制，有一寡地区甲时间点暂停服务。为着要迎接2025年，有的民众会想要去看跨年烟火，有的民众拍算招亲情故早伫厝里叫好了来庆祝，也毋过拍开外送平台 App 会当发现，为着配合各地跨年的交通管制，扶贫达 Uber Eats 这2间外送平台拢有发布暂时停止外送的服务。没有住很远，对，然后东西先买好就可以了。
不是有报说跨年好像要停，就是管制，所以可能有些地方是不能送的。对，所以就想说，那干脆出去吃，然后就是感受一下节日的感觉。像富片大台北地区市府公告第3阶段交通管制区，3日暗时6点开始停止送，一直到元旦透早3点。也若是高雄梦时代4区唯一的管制区，对下晡2点开始到过顿港3点，另外有保以台北、高雄、台中等6县市，各县市停止挂送的时间拢无同。但是若是讲民众透过平台点餐，家己来店头领，再登去厝里食2大外送平台是拢无受影响。会有选择性，就比较不会去避开去接这附近，或者是送到这附近这样。没有办法进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单，那整个都会停住，所以影响非常大。店家表示，跨年暝生意常常较好，停止外送服务有影是加减影响到生意。不过外送人员表示，为着县市政府配合交通管制，嘛避免民众等几半晡等无物件来。针对平台这项决议是真支持。外送平台业者表示，伫咧各地交通管制结束以后，得恢复正常外送。记者陈阿轩、曾俊佑台北报道。便若到假日，高铁左营站4楼停车场的外宽道路，这违规停车的状况就真严重。铁路警察局这阵就设5大科技执法，对明年3月初开始，现场的电子扛棒就会显示违规的车牌号码。若是临时停车超过3分钟，系统就会随开罚单。你看多夸张，就是停在这一些地方。红线违停，民众驶车到高铁左营4楼，就看到规个红线禁停区，车煞停甲满。原来车站为2个车道，即摆敢若剩一个会当驶。停车场入口嘛有车违规停点遮，交通乱糟糟，互民众感觉足无奈。塞车可能就塞到快要到前面的匝道，所以我觉得就你要进出的话，就是会卡住，会因为停车的人卡住，所以其实蛮不方便。介侪人都唔知影讲内底停半小时免费啦，所以大家就无停入来内底。为了要改善左营站4区围仔的违规状况，铁路警察局除了派人加强巡逻，最近嘛增5大科技执法设备，车若是违规停伫红线甲黄线顶，现场电子扛棒严密地显示违规的车牌号码，超过临时停车3分钟，系统地根据车牌号码直接开罚单。科技执法之建制，非以处罚为目的，系为保证及吓阻部分少数的违规驾驶人。所以我是支持这样子做，只是我觉得停车的部分可能还是需要加开一点，让我们有车子可以停。民众建议高铁规个停车空间要增加，铁路警察局是提醒，即摆是宣导期，明年3月初1开始就会正式处理违法，违规停伫红线上当会当罚1200块。记者胡兆阳高雄采访报道。台北大稻埕是有一间1930年起的1号台商行，这旧厝是保存甲真好。所有权人今年就甲旧厝提送文字审议，摆已经通过，加做这大稻埕第100间历史建筑。这是土块啊。哦，所以这个土岗。内里的外石楼梯、土砖啊，甲有壁路，拢是日本时代留落来建材。这是台北大稻埕1号泰商行，因为甲日本时代建筑技术甲艺术价值保留了真好。所有权人伫咧今年提送台北市文化局的文字升级，咧30通过文字大会，摕到历史建筑的文字身份，是大稻埕第100个历史建筑。大稻埕著名的米商陈德贵先生在1920年到1930年间创建的。那陈德贵先生他跟邻近的庄义芳商行经营者庄辉玉，还有郭义美商行经营者郭乌龙，他们3个都是当地的富商。那当地人也称他们为三仙。这栋建物起伫1930年代，原厝主陈德贵是大稻埕的米商，目前大稻埕1号泰商行的负责人陈明忠，伊讲家己自细汉伫咧大稻埕大汉，真介意日本时代建筑，为着要保留囡仔时代记忆，已经向所有权人说厝10几档啊。即届1号泰商行摕到文主身份，伊嘛感觉真欢喜。迄阵台湾无即种建材是拢进口的，所以会去市政府选着，这嘛算好啦。哎呀，无你若讲掉时，就无当看到迄个历史啊。
后壁都是土甲厝，头前是洋房。这栋2号塔的上行对1930年代日本时代到达，见证大稻埕的繁华甲历史。台北市文化局指出，目前大稻埕拢总有11个古迹、100个历史建筑，为着要让历史建物拢得到真好的照顾甲维护，文化局嘛鼓励民众来申请文资，有税务减免甲收获的补助。记者陈阿轩、曾俊佑台北报道。搁无5点钟就要迎接新年啊！台南市今年第6档举办下年共奖的活动，计共是有200间宗教团体主持的同齐共奖祈福。一寡庙司嘛有传一寡礼品要送给民众，祝大家新年好彩头。31暗暝主持一曲摕金锤来敲钟，这已经成做台南特色的跨年活动。今年台南市民政局串联200间庙司教堂，开放给民众来参与，因要透过敲钟祈福，用钟声代替炮话声来迎接新的一冬。今年上特别的是，阁有一庙埕、一舞台计划，甲庙埕成做表演场合，民众来共钟祈福，也通欣赏表演。这是台南咱上好的文化。安怎讲？因为安尼争取大家心肝较合作。这个活动伊上界实际意义，咱嘛是想讲，要伫每一支的庙口，伊的庙埕就是一个舞台安尼啦。就是讲，伊会当美合咱在地一寡表演团体，咱实现咱一庙一舞台，也是讲一家区一舞台这个想法。为了响应敲钟祈福活动，有不少宫庙嘛送出限量的礼品，要互民众好彩头。像关新红发1个美金兼钱宝，向来玉圣宫庙方是摕本家用来做神桥甲门神村的金丝楠仔来做葫芦送互圣众。另外，新不断是发挥创意，因庙内小发啦文化的乌鸡意象，甲设计做悠卡的导游，要互人随身带来保平安。本身就是咱的扫除清净破坏的功能的效果。有当时对市民出去办事互拢用乌旗这支法器去扫除内底一寡无清气的物件。用这个金丝楠木来做这个葫芦吊饰让这些信众一些人来年能福气气福气满满的。这个活动对2019年由一福宫、中福宫、自福宫烧酒发起，起头干那几间庙尔，即摆拖到全台南各地头的庙来斗老节，因期待透过这个活动，甲大家苦话来，嘛促进宗教甲在地民众的交流。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台湾今年摕到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台湾博物馆对明仔载1月1开始，就要办冠军之路展览。今日开幕，这总教练战校区也有几内选手拢有到场。总统赖清德嘛有到场参加活动，同时嘛宣布讲500块纸票顶头的图样，要对小棒队改做12强的冠军队。甲金世纪的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奖杯为箱仔摕出来，放到展览台顶。11月台湾队伫世界12强棒球赛得到冠军，这是台湾让32年搁再进入成棒世界级赛事。这个冠军也真受台湾的民间关注。棒球的目前无后康课拢成做热门的讨论话题。这帮大联盟等等单位也把这摆得到冠军的过程，自元旦开始要伫台湾博物馆用展览来呈现。是说，我觉得这个荣耀应该要分享给大家，这已经不是棒球圈的事情了，这是台湾共同的这个记忆、共同的荣耀。所以我认为应该，不应该只是在棒球迷当中来看待这个冠军奖杯。每位球迷他们进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只是这样东西，而是每位球员他们在场上所拼斗的精神，那每一个故事其实都非常有意义的。回顾2024年台湾运动圈有真侪大事代，亲像巴黎奥运，咱台湾代表队得到2金3铜的好成绩，拍运代表团也得到3块金牌、2块铜牌。到年底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蔡其昌讲，毋但是棒球，全台湾拢真有公勇敢。总统赖清德也承诺，会甲台湾队扛起哩台湾的货币。很多球迷会说，希望把500块，国小棒球队、冠军棒球队长大了，变成我们12强的冠军棒球队，我会让这个事情付诸实现。总统赖清德承诺，未来唔但推出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纪念碑，另外也打算甲目前纸票的500块进行改版。另外，蔡其昌讲，未来安生伫台湾各地也找适合的场地点出冠军的奖杯，甲应有分享给民众。记者郭林卓凯台北报道。
今年台北有一个特殊的夏年活动，是办一个大安森林公园。这国家影视中心就招民众做伙来看《爱情万岁》这出30年的老电影，哪好哪夏年。目的就是要做伙，甲今年上界歹的代志写落来，下过一寡无快乐，同齐迎接新的一年。去年有一群民众烧酒伫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哪哭哪看年，这是当初网友李思涵为着要致敬《爱情万岁》这出台湾经典电影发起的活动。就是不管是悲伤的快乐，大家就是有一个这个场所，然后让大家可以自由宣泄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应该是对，就是新的一年这样子是蛮有帮助的。《爱情万岁》是蔡明亮导演伫1994年拍的电影，主演杨贵媚坐伫台安森林公园以条扣7分钟扣袂停。电影呈现90年代台北的都市男女心灵空虚、孤单的生活模样。这出电影伫当年嘛得到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肯定。也若今年哪哭哪看年的活动，由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主办，表示虽然这是30年前的电影，不过这款空虚寂寞的心情，放到现代依然会有同款的感受。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其实人的心里面，都市人的心里还是很空虚寂寞的。那它呈现了一个缺爱、空虚、寂寞的状态，其实也跟30年后的今天非常的有呼应。哭相在互人当作是负面的表现，所以民众普遍无习惯直接表达。有学者就表示，根据2019年到202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30岁到44岁内底，平均每4个人都有1个人有精神上的相关病症。伊认为，咱爱去了解家己的心理健康，嘛认为透过这款活动，会当互民众重视情绪的表达，正面看待。那会当讲伫每一天的生活内底，拢会使对家己、对厝边、对厝内的人提供这个适当的这个协助。31暗时9点45分，伫台安森林公园会放送电影《爱情万岁》。主演嘛，拢会到场陪民众看年，现场也会送卫生纸，互民众拭目屎，也会互民众甲今年上想要哭的代志写落来，做伙甲无好的代志、负面的情绪下过去。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台北报道。世界各国嘛拢在准备迎接新年，伦敦遐就会放10万粒的烟火来迎接2025。不过，伫咧德国遐是因为耶诞节有汽车冲入市啊，造成5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所以讲，即阵德国就加派警察保护夏年活动。也那另外，伫咧巴西里约的海边啊的夏年活动，嘛有出动3000外警察，加上人面的辨识系统，维护现场的安全。4、3、2、1， Happy New Year！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已经甲水晶球安好势，打等咧做夏年的测试。Press warm and bring the party. Be ready to celebrate. 纽约市警局30表示，针对时报广场庆祝活动相关的证据，目前并无具体可能的威胁，不过会采取各种安全的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到时也有防震溜啊专门小组，会针对封锁区内底的批筒、甲自动贩卖机来巡逻。A tremendous amount of police resources deployed of our elite specialized units, including our emergency services unit, who will be strategically deployed throughout the area on rooftops. Our K9 teams who will patrol with bomb-sniffing dogs. 结束2024年，全球准备要迎接2025年的时阵，安全是各国当局考虑的重点。另一个德国捷达发生圣诞袭击，汽车弄入去死亡的案件。目前已经有加派警力，希望大家下年暝会当平平安安。Da gibt es einen unmittelbaren Zusammenhang, aber alle Täter sollten wissen, wenn sie irgendwas tun wollen, wir werden hart als Rechtsstaat darauf reagieren. 巴西里约真出名的科帕加巴纳海沙堡，安全到时会约入来250万人来庆祝。今年有搁较加强维安，古时海沙堡的范围就部署3300个警察，也若金属探测器、无人机、甲人面辨识系统等等的监控，拢会来使用。英国伦敦下年暝表演要使用的12000个烟火，当咧做上尾的确认。到时会伫 Times 河的河边看到11分钟真水、阁有气氛烟火表演。另外，南韩因为济州航空空难，全国当地咧7天的哀悼期。首尔当局甲几个企业集团嘛宣布取消几场下年的活动，歌手团体嘛暂停宣传或者是庆祝的 party。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
下暗下暝暝，中部山区甲南部地区云会较高，会落13雨，其他地区天气稳定。不过北高北宜兰大约是15至16度，中南部甲花莲是17至19度。提醒乡亲，若是出门参加活动，都要穿好袖。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5度至20度。中部地区14度到19度，南部地区15度到22度，东部地区14度到21度，外岛地区10度到18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新年1月7日同一个时间再会。莫怪是提名向顶头的总统合作笑杯，为什么会合作笑杯呢？顺一姐啦，你看。是要应对，一直徛出去呢，徛好，袂走，袂走。咱即马钱一边，若是讲咱比的答案唔对，这都拢爱约棍，就恁3位要来拼这3万块啊！